艺术水个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阿国啊，北部电台名主持人。结果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尔，坐一个人客来宾啊。我搁咧进的时阵，想要问阿国兄讲，呾这位贵客，唔知安怎样称呼？伊先甲我介绍讲，郭正啊，你会认得袂？这陈律师啊，我著家老爸啊，对，郭正元啊，赶紧会认呢。咱南部出名的律师，确实有影是老爸。大理大书典内底记载一句老爸，就是讲辈分较悬，甲少年人相对比。当然啦，有当着老爸，唔是代表济岁，是代表伊的身份有够遐。老爸，这句话社会上普遍，咱能够加减有咧讲。不过现代字典差较无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看到陈律师尔，原来足久唔捌见到伊啊。原因就是，即马电视台伊较少咧受访问，那像较少咧出庭后，我紧甲律师请教讲，律师真好的头路啊！啊，看你即马颠倒敢若较有加减棒，啊，唔知影讲目前是咧经营什么款的经纪。讲到这尔，陈律师甲我学咯，讲你少年人讲这老班的台湾话，因为这句经纪。即卖少年家去互华语影响，讲法应用已经无共了。即卖少年家咧讲的经纪人，就是讲啊，国政啊去外口表演平台，演艺界都是有一个经纪人的制度。经纪人呢，甲我带出去，会甲我做伴，包含讲会甲人讲条件，安尼叫做经纪人。不过古早台湾人、台湾话咧讲的经纪，你若去听卢柳仙的念歌，讲要生好囝唔免做啦，生着歹囝讨年岁啦。经济头路无爱做，摇来霸气咧游过。对，咱一听就会晓解说。原来经济就是头路，就是事业。所以我请教讲，陈律师目前唔知换咧做什么款的经济。陈律师本人还未甲我回答，阿国兄先甲我答，讲人伊吼伫南部，即摆咧经营建设公司，一流的建材拢咧用的，大型的建设公司伊咧主盘，伊咧管理。哦。讲到这句主盘，原来是目前大理大书典才查有，普遍的现代书典无记载。主盘就是代志，伊咧管理，伊咧发导。所以咱若将这较老班的咧讲的台湾话元素捡回来，咱搁再应用，大语的内涵嘛愈丰富愈精彩。